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9月17號，我係 Anna。秋天滋補一下，去咗大角咀食98蚊嘅韓國人參雞湯套餐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喺港鐵奧運站 B 出口直行，見到福澤街，轉左再直行，經過奧利坊直行到尾。就喺呢間24/7 Fitness 隔離，就係呢間韓沙朗韓國餐廳，門口都擺放咗有韓國餐廳多款食物 menu 嘅餐牌，款式都唔算太多，餐廳唔算太大間，但係環境都舒適簡潔。餐廳有提供韓式嘅清茶，甘甘地，味道唔錯。都係用 QR code 落單嘅。我餅好冇耐，秋天進補，今日係嚟試下佢98蚊嘅韓國人參雞湯套餐，都有多款其他韓國套餐可供選擇。韓國人參雞湯上台勁熱，聞到好香嘅人參味，有3款植物嘅配菜，有即棵菜、豆角片同埋韓國泡菜，都好正宗，同埋味道唔錯。韓國人參雞湯上台都好夠熱，有一粒大大粒嘅紅棗咧，啲人成條嘅。但係餐廳嘅人參就一片片嘅。侍應咧話有啲係煲溶咗嘅，但係咧我都見到有幾多片嘅人參。同埋咧，湯嗰度咧係充滿咗甘甘地嘅人參味，都相當之好飲。每鍋咧係有半隻雞嘅份量，有雞髀，同埋咧雞胸啊、雞翼啊咁。雞嘅 size 咧就唔係太大隻嘅。雞肉咧雖然煲咗咁耐湯，都依然好腍滑。湯呢都好甜味，韓國嘅人參雞湯通常會加咗蒜子同埋糯米一齊煮，相當之滋補有益，而且仲好暖胃添。配埋一碗韓國米嘅白飯，相當之夠飽。套餐98蚊，一 set 唔使加一，價錢合理。以下係今日餐廳嘅 menu， 供大家作為參考嘅，有各式各款韓國湯飯嘅套餐，仲有各式各款拉麵嘅套餐，可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